就是在台中。不过这10年台中的变化还蛮大的，10年前没有这栋大楼。然后看着台中的变化，每次来台中的话，越来越不一样，越来越 international 了。当然房子也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啊，以前我鬼混的地方都在那个金武路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在一家凉面店的楼上玩乐团，那些凉面店是我们的贝斯手开的，被吃垮了，所以也找不到了。很喜欢打篮球，我们玩音乐的这几个朋友，其实我们很健康的哦，不是每天大家想象中好像都是我们都在后台喝什么饮料之类的那样。我们是打篮球，那时候玩团打篮球，这事情还蛮重要，但是饮料不太一样的。所以我回来这边唱歌好像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。这张专辑。从7月份开始吧，陆陆续续很多朋友给我很多的鼓励，当然也有很多的建议。当然跟今天表演的那个歌曲都不太一样，因为今天唱的专辑歌还蛮少的，应该是最少的几乎图腾所有的歌都唱进去，有2张嘛，对不对？图腾2张，然后我自己2张，4张专辑都唱了，所以今天专辑应该很好卖哦。等于刚刚唱的歌都没在同一张专辑里面。当然可以，我小时候是不会唱歌的，我也觉得很妙。我长大之后可以唱歌，然后发专辑，去吓到我们部落很多人。部落会唱歌的人很多，随便开口都是一定会吓到你的，总会有这种天籁在部落里面没有发唱片，可是天籁太多了，反而癞蛤蟆比较厉害。其实唱歌难听的在部落里面反而算是比较特殊的。当然，我的一开始是因为我会写东西，想的比较多啦，会写一些歌曲这样，才慢慢的，然后变成后来自己表演然后自己表演，因为母语歌没有人会唱，只有我会唱，也好，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想要发一张母语专辑，也没有想到发完1张还有第2张这样，这算是运气很好。纪晓君也不过发2张这样，然后后来拿他来跟我比，不过他很厉害，2张都有得金曲奖，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啦。或许真的很多人不是很认识原住民的音乐。其实我这几年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母语的作品，也是因为开始办一些小型的 live house 的表演，然后 live house 就是小型的 pub，大概有从50个人到100个人不等，然后赚到的钱我都回去部落带部落的小朋友。其实也都很大，青少年。部落现在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，政府很照顾我们，但是都只照顾很老跟很小的。因为很老跟很小的都在部落里面，所以人比较好找到。那些中间的怎么办？尤其是青少年，既不是大人，也不是小朋友，我觉得他们处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之中。所以，但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跟他们有一些接触。然后，他们想法很多，因为他们是年轻人，但不是原始人。原住民虽然保有很多淳朴的气质，可是他们对外面现在流行的东西其实是充满着好奇，而且是比都会区的孩子还要来得更好奇。那个反作用力是绝对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。然后，当然，母语这件事情好像理所当然的，好像他们应该会，可是他们都不是很会。然后，我就试着把自己的音乐反正我在唱片圈也待久了，知道主流唱片的音乐的形式跟技术慢慢的学会一点点，所以开始有一些
很奇怪的创作，就把母语歌跟电音合在一起。可是今天不会唱，怕会吓到各位。虽然今天看起来有点像 DJ 的感觉，但是只会用这种方法，反而吸引到自己部落的年轻人开始愿意接触自己的母语。然后也有很多人对我觉得说啊，原住民的音乐怎么会跑去电影？对我有很多的建议，但我都虚心请教，然后一步一步来。做过的事情就没有再后悔过。不过那些事情对我来讲都有很特别的意义存在着。我想要教大家唱一些简单的歌，然后阿美族有一种很传统的唱歌的方式，就是一个人领唱，然后其他人搭唱。搭唱呢，只要反复同样的一句，就会给领唱者力量，然后领唱的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。这个说法是学者说的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，叫《法力风》。我当领唱，然后你们跟着我教你，待会教你们唱搭唱的部分。领唱唱的是什么？嘿呀嗨呀呀哎呦呀！这领唱，搭唱很简单，搭唱是这样唱的。嘿呀哈嘿呀，嘿呀哈嘿呀，5个字哦，里面有2个字一模一样，你们再不会，原住民也没办法救你们。可是这首歌很需要你们跟我一起唱，要不然没办法唱起来，试试看好不好？让你唱。嘿呀嘿呀呀嘿哟呀。嘿呀哈嘿呀，哦王嘿呀呀嘿哟呀，嘿呀哈嘿呀，嘿呀哟王嘿呀哟王嘿呀哈嘿呀，嘿呀哦王嘿呀呀嘿哟呀。有抓到诀窍吗？懂啊？有吗？不懂不用钻懂，没关系。不懂的就不懂，没关系，练习多一次就会了啊。嘿呀嘿呀呀嘿哟呀，嘿呀哈嘿呀，哦嘿呀呀嘿哟呀。嘿呀哈嘿呀，嘿呀哟啊，嘿呀哟啊，嘿呀哈嘿呀，嘿呀哦啊，嘿呀呀嘿哟呀，嘿呀哈嘿呀，有信心哦，好了吗？会唱了吗？没关系，就跟着旁边一起唱，音不准也没关系，就大家一起唱，就很像很准，就把自己声音藏在人群之中，一起壮胆这样，这样应该很妙。如果你们等下一起唱歌，人家还以为星光三月里面在丰年祭呢。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没有在星光三月唱过歌吧？我也是第一次。然后带来这首歌《风》。
upali, lipiu ketu kamu, upali, lipiu ketu kamu kira, upal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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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sepapali tukane, upali, na sabi sabuliku, upali, saka semerunia, upali.就唱了哦，那以后你们有机会去阿美族的部落，就用这招了啊！应该可以有前面3杯是免费的吧？好。